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，50岁以上的民众有骨质疏松的比例大约8.1%，其中女性比男性较高，平均每10位都有一名骨质疏松。加上骨质疏松伫个骨质发生进前几乎拢无症状，因此被称作沉默的疾病。对此，新台病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医师苏慧玲表示，平时民众要注意家己骨骼的健康，尤其一寡高风险群或者是天经的妇女，要量早来做检测。骨质疏松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退化性的疾病，只是大家可能疏于检查，没有注意到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。通常都是等到这个真的有很严重的并发症、骨折发生了才会知道。所以今天会告诉大家，这个有一些高风险的族群，就建议提早的来做这个检查，那可以及早的了解自己的风险，并且做预防。那高风险的族群呢，就是包括有停经后的妇女，因为荷尔蒙的变化，所以骨质流失的会更加速。那男性的话，则是65岁以上，就风险就会再更高一点。那其他的有一些事项是体重过轻，或是运动比较少的人，有抽烟、有喝酒的人。那其他包括一些慢性疾病，包括像甲状腺跟这个风湿免疫的疾病，有在服用类固醇药物，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。所以会建议这些人呢，就尽早的跟医师讨论自己的风险，那适时的去安排骨质密度的检查，早期发现就是可以早期的治疗，并且预防这个更严重的并发症，也就是骨折后造成的生活品质下降，甚至卧床的这些照护的风险。医师表示，诊断骨质疏松的黄金标准是透过双能量 X 光视索仪骨质密度的检查。这项的检查不但紧、袂痛，而且辐射的质量嘛比相簿 X 光较低。虽然目前健保的给付主要针对已经骨折或者是严重高风险的族群，民众会用依照个人的状况，甲着医师来讨论，是毋是会用安排检查，提前了解家己骨骼的状况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